今日我哋認得嘅大部分標誌都係用嚟說服人嘅工具，為宣傳品牌或者維持公共秩序而設。但係喺幾千年前，有一個特定嘅符號，佢嘅用途謙卑得多，默默咁樣象徵住人類嘅福祉。你可能淨係識得叫佢做納粹十字。喺西方，呢個形狀就等同於20世紀最黑暗嘅一頁，係仇恨同埋種族滅絕嘅代名詞。但係呢度集體回憶嘅傷疤之下，其實隱藏住一個擁有1萬年歷史、代表和平、慈悲同信仰嘅傳統，而且時至今日依然好有生命力。呢個就係現代社會一個巨大嘅悖論。如果一個嚟自芝加哥或者倫敦嘅遊客行入京都或者新德里一間寧靜嘅古廟，佢哋可能會嚇親。佢哋會見到呢個符號出現喺屋頂、神像，甚至喺地圖之上。對佢哋嚟講，感覺就好似發緊一場噩夢。但係對於生活喺當地嘅千百萬人嚟講，感覺完全相反。對於佢哋嚟講，呢個符號係一個溫暖嘅擁抱，代表歡迎同繁榮嘅象徵。佢哋會將佢印喺初生嬰兒嘅額頭或者新屋嘅門口，用嚟擋煞辟邪。不過，甚至連我哋最頂尖嘅科技都會跌入咗呢個陷阱。今日如果你將一張佛教儀式相上載去到社交平台， AI 演算法好可能自動將佢標記為仇恨言論。呢個就係萬字嘅故事。要明白呢個符號點解存在，我哋要穿越返去現代社會崛起之前，追溯到1萬年前。喺佢成為政治標誌之前，呢個形狀係人類福祉嘅原始碼。佢出現喺印度河流域文明嘅遺跡入邊，佢被刻喺古希臘嘅陶器上，甚至喺美洲一啲原住民部落亦都有使用類似嘅版本，稱之為旋轉原木，代表一個神聖嘅治愈故事。今日我哋最常用嘅英文名 Swastika 源自古印度嘅梵文，呢個字由3部分組成。Su 代表好， Asti 代表存在， Ka 係一個詞尾，加埋一齊，字面意思就係帶嚟福祉之物。不過唔係所有萬字都一樣，喺東方，萬字延伸嘅方向會改變咗成個意思。首先，我哋睇下左旋嘅版本，個方向指向左邊，代表夜晚、月亮同心靈嘅內在旅程。佢代表和平同無限慈悲嘅象徵。你經常會見到佢印喺佛像嘅胸口，正正係心臟嘅位置。佢代表佛陀心印。跟住我哋有右旋嘅版本，呢個係印度教同耆那教最常見嘅版本。喺呢個形態之下，佢代表太陽、白天同向外發散嘅能量。佢係對於繁榮同成功嘅祈禱。喺耆那教入邊，呢個符號更加複雜。你通常會見到一個右旋嘅萬字，手臂之間有4個點，呢4個點代表住靈魂可以輪迴嘅4個界別：人道、畜生道、天道同地獄道。對於耆那教徒嚟講，呢個符號係對於生命輪迴同解脫之路嘅提醒。幾千年嚟，呢個符號一直平穩安定咁樣存在，佢靜靜咁樣守護住寺廟同民居，帶嚟好運。佢哋從來都唔係用嚟代表一個種族、一個國家或者一場戰爭。但轉變始於19世紀末一個巨大嘅歷史錯誤。一個德國考古學家當時喺度發掘特洛伊古城，佢喺古代陶器上面發現咗呢一個符號，並且對佢嘅起源着迷。因為佢喺德國嘅古老陶器上面亦都見過類似嘅符號，於是佢得出咗一個危險嘅結論。佢聲稱呢個符號係我哋遠古祖先最重要嘅宗教象徵。佢錯誤咁將呢個符號同一支傳說中嘅種族雅利安人扯上關係。呢個諗法好似病毒咁樣喺歐洲蔓延，助長咗當時日益高漲嘅德國民族主義。佢哋好想相信自己係呢個純種嘅古老民族嘅後代。有一點要留意嘅係，喺1930年代之前，西方人其實並唔討厭呢個符號。事實上，佢哋仲好中意添。喺1900年代初期，佢喺北美係一股巨大嘅潮流。可口可樂曾經推出過萬字形嘅幸運吊墜，童軍亦都會頒發萬字形嘅襟章嚟獎勵日行一善，甚至美國軍隊第45步兵師嘅制服上面都有一個金色嘅萬字，作為對西南部原住民嘅致敬。但喺德國，一個失意嘅藝術家兼政壇新星正喺度尋找一個標誌。佢明白建立品牌嘅力量，佢需要一個古老、強大而且係德國獨有嘅圖案。佢揀咗右旋嘅符號，然後將佢傾斜45度。如果你睇下宗教嘅萬字，佢通常係平放嘅，就好似一個十字架或者一棟建築物咁，感覺好腳踏實地、平穩同冷靜。但係當希特拉將佢傾斜，用尖端企立嘅時候，
視覺就完全改變咗。佢將呢個黑色傾斜嘅符號放喺一個血紅色背景嘅白色圓圈入邊。佢仲幫佢改咗個名。喺佢本著作《我的奮鬥》入邊，希特拉從來冇用過 swastika 呢個字，佢叫佢做 Hakenkreuz， 意思係勾十字。佢想將佢同德國歷史同基督教聯繫起嚟，而唔係印度宗教。咁點解我哋今日嘅英文仲會叫佢做 swastika 呢？呢個係英國學者同翻譯員犯嘅一個錯誤。當佢哋將希特拉嘅演講同著作翻譯成英文嗰陣，佢哋唔知道點樣翻譯 Hakenkreuz 呢個字。佢哋見到個形狀，發覺佢似古印度嘅 swastika， 於是就直接用咗呢個字。就係因為呢個翻譯錯誤，梵文入邊代表福祉嘅字眼就被永遠盜用咗。佢被綁架到一個政權之上，而呢個政權利用呢個符號帶領大家步向人類歷史上最駭人聽聞嘅罪行。短短12年間，納粹黨將一個擁有1萬年和平歷史嘅遺產喺西方世界嘅腦海中徹底銷毀。去到2026年嘅今日，我哋依然承受緊呢次盜竊行為嘅後果。世界對於呢個形狀嘅意義產生咗嚴重分歧。喺德國、法國同奧地利等國家公開展示納粹勾十字係嚴重罪行，隨時會坐監。大屠殺帶嚟嘅創傷太深，令到西方國家認定呢個符號已經無藥可救。但係喺亞洲，原本嘅符號從來冇消失過。呢個情況造成咗一個奇怪嘅文化摩擦。幾年前，日本政府曾經引發一場激烈嘅辯論。當時佢哋為咗奧運會，正準備迎接數以百萬計嘅遊客。佢哋意識到市內嘅地圖佈滿咗用萬字嚟標示佛教寺廟嘅位置。佢哋擔心西方人見到地圖會以為成個城市都係納粹遺址。起初佢哋諗過將地圖圖示轉做一座寶塔嘅圖案，但係日本民眾強烈反對。佢哋認為解決方法唔係將個符號收埋，而係去教育世界，話俾大家知佢真正嘅含義。一個形狀喺人類賦予佢價值之前，只不過係紙上面嘅一組坐標。希特拉唔單止犯下咗反人類罪，佢仲犯下咗最嚴重嘅身份盜竊。佢騎劫咗代表福祉嘅幾何圖形，將佢變成恐怖嘅品牌。面對全球化嘅未來，我哋嘅挑戰唔係要去揀邊企，而係要懂得辨認兩者嘅分別。透過理解符號嘅傾斜度、方向同意圖，我哋可以保護受害者嘅記憶嘅同時，唔會抹殺咗數以十億計人類嘅文化遺產。多謝收睇。